再来看，受到东北季风佮万宜风台外围云系影响，北部、东北部继续落雨，是真湿佮真凉冷哦。新北市的石碇啊，透早只有16.1度，是全台湾平地上低温。气象署嘛表示讲，即阵东北季风上强的时间已经过了，也毋过未来即几天哦，嘛是较凉冷。后礼拜三，阁有一阵较强的冷空气会落南，到时阵哦，嘛是较大冷的天气。落蒙蒙啊，雨过落人拢经穿冬天的衫。受东北季风带来较凉空气影响，拜日透早，新北石碇出现16度1个低温，是全台平地上低温。台北市透早低温也敢若只有18度7。气象署有估这一波东北季风上强的时间点已经过，不过未来几天也是偏凉。受万宜风台甲东北季风交互影响，这方面的风雨会阁继续。在明天、后天2天，我们说万宜台湾外围环流逐渐离开，但是华南有水汽移出，因此在基隆北海岸、宜兰和大台北山区下雨时间依旧比较长。拜三开始，华南水汽东移，基隆北海岸、大台北山区甲东北部地区会继续落雨，中部以北也有短暂阵雨，会继续到这礼拜4。目前有测资料显示，下礼拜2东北季风会小可减弱，不过帅气阁有一波较凉冷的空气报道，到时阵会转做较偏大冷的天气形态。入秋以来是最强的一波冷空气。那目前看起来的话，北部的低温可能可以降到大概14、15度左右，属于比较干冷的类型哦。就是所谓说，可能晚上啊、清晨的时候，就低温就比较低。民间气象公司预测，下礼拜2个阿伯走向是由中国青空纵高原以东落到四川、河南等地。过去经验显示，可能予台湾降温的幅度会较大，需要阁继续观察。到12月，会有冷气团甚至是寒流刷入去落南。雨量方面，除了东北部地区以外，有秋拢是较大的出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